衛斯理63瘟神第10部，事情經過明朗化。剎那之間，我和青龍都在迅速地想着，思緒紊亂，有幾分鐘的沉默。酋長在連連抹汗。青龍問：失去那東西會遭到處分，是不是？酋長大為震動，口唇顫動，欲語又止，神情怪異。雖然沒有說什麼，但等於已經默認了青龍的話。我和青龍互望了一眼，酋長用十分難聽的聲音叫了起來：我已經回答了你們那麼多問題，我的東西呢？在那裏？我和青龍都不出聲。這時，我們兩人心中所想的事，自然是一致的，是不是把那塊玻璃還給酋長？他的確已告訴了我們許多秘密，自然，這時我心中想，真有主宰會存在，應該進一步去探索一下。那塊玻璃既然是一種身份的證明，保留着大有好處。但是又想到，有了也沒有什麼用，酋長決不肯再透露進一步的秘密，例如如何運用它，在什麼地方等等，那倒不如賣個交情給了算了。我和青龍互望了一眼。他略有猶豫的神色，先向酋長問：假設你要去旁聽下一次會議，會得到什麼樣的通知？青龍在這樣問的時候，也顯然知道這個問題不可能有答案，只不過姑且一問而已，所以他沒有失望，也沒有生氣。只是冷然一笑，向我作了一個手勢，表示可以隨便我處置。亞加酋長瞪大了眼，臉色難看之極，先在他的喉際發出了一連串嘰哩咕嚕的聲音，聽來像是極少人使用的一種阿拉伯部落的語言，我聽不懂。想來內容絕不會是對我們兩人的稱頌。接着，他厲聲道：先把你送到地獄去，再等候另外的通知。酋長又吼叫了起來：在那裏可以得回我的東西？我笑了一下，在這裏。一面說，我一面已將那小盒子取了出來，托在手上。酋長呆住了，想來他決想不到那麼容易就可以得回失物，雙眼睜得極大，手已伸了出來，可是卻在發着抖。我把小盒子放在他的面前，他一下子就握在手中，打開盒子，喉際發出了一陣咕咕聲。又緊緊將小盒子攢在手中，這才向我望來。你要什麼報酬？只管說。在這一點上，酋長倒不失君子，因為東西已回到了他的手中，他仍然問我要有什麼報酬。我搖頭，不必了，你已經告訴了我們很多事。在得回那東西的時候，酋長的神情興奮之極，可是這時聽得我這樣一說，肅然之間，他又面色煞白，吸着氣。剛才我們的談話，你不會宣揚出去吧？我還沒有回答，青龍已然道：放心，第一，說出去也不會有人相信。第二，我和衛先生還不想成為被追殺的目標。
所以希望你也別對任何人提起。酋長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剛才是怕他洩露了主宰會存在的若干秘密，會被制裁。照傳說中主宰會的力量看來，別說對付一個人，就算他要對付一個國家，也是輕而易舉，所以酋長才感到害怕。青龍的話表示了安危與共，那自然令他放心。我和青龍已一起站了起來，我們都認為在酋長那裏得到的資料已經夠多了，算是不虛此行。那玻璃留在我們手上，也沒有什麼用處。事情的這一部分，算是告一段落，自然可以告辭了。亞加酋長送我們出來，和我們熱情握手，表示他感激之情。我想起慘死的古狗飛，心中不禁黯然。古狗飛可以說死得冤枉之極，只怕他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惹了殺身之禍。離開了賓館，我和青龍都好一會不說話。他圍着車，看來像是漫無目的地在兜圈子。半小時之後，把車停在一處靜僻所在，向我望了一眼。這件事沒有法子追查下去了。我想了一想才回答，看起來是這樣。青龍陡地提高了聲音，什麼叫看起來是這樣？簡直就是這樣。我道，事情對你和對我略有不同。你是無法再追查下去了，因為查到後來，可能主其事的就是你的最高上司。我不同。我不屬於任何人領導，不會受任何力量的牽制，一切可以自由行動。青龍默然片刻，神情有點驚訝。你明知有主宰會這樣的組織，還要與之為敵？我的聲音聽來很平靜，但是我的內心卻十分激動。我一定要把殺死古狗飛的兇手找出來。雖然報仇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但是主宰會若是以為可以這樣子為所欲為，那就錯了。我的話說得十分堅決。青龍長嘆了一聲，你比我有勇氣得多。我苦笑。我也很害怕，在我面對的敵對勢力之中，從來也沒有一個比他更巨大的了。青龍再嘆，害怕而仍然不退避，這才是真正的勇氣。若是根本不怕，也談不到什麼勇氣了。你準備從哪方面着手？我道。當然從那是逆領班着手，我相信會找出他來。只要利用古狗飛的是主宰會的假設成立，那麼這個是逆領班就一定是主宰會的人。青龍點頭表示同意。對，一個組織再嚴密，只要有一個微小的隙縫，就可以有辦法到達它的核心。我嘆了一聲，我也不以為自己有力量可以和主宰會對抗，只希望能替古狗飛做點事。青龍望了我半晌，其實你是想為你自己做點事，不論你做什麼，古狗飛都不會知道的了。我不禁茫然，青龍的指責十分有理，
誰知道是為了什麼才做？總之，知道非做些事不可就是了。又沉默了一會，青龍才道：回檳城去。我點了點頭，對你來說，事情已告一段落，我會自己設法回去。來的時候是他送我來的，現在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我想他有許多事要做，不必再要他送我回去了。青龍想了一想，不，我們還是一起走，我有些事要處理，能和他一起回去，自然快捷得多。我也點頭表示同意。就在這時候，他車子上的通訊設備發出信號，他按下了一個掣鈕，就聽到聲音：檳城的警方的曾源警官要和衛斯理先生通話。青龍忙道：請接過來。曾源的聲音立時傳來：衛先生，請你立即把他們3個人送回去，在他們未闖大禍之前，叫他們快走。曾源的聲音很急促，可見他說的一定十分重要。可是那幾句話卻又無頭無腦之極，一時之間我不知是什麼意思，只好反問：那3個人？曾源喘着氣：一對雙生女。我啊地一聲：他們3個人怎麼樣了？叫他們別亂走，等我。曾源苦笑：只怕來不及了，一聽說你不在，是我不好，略露了一些你在何處的口風，他們已經來找你了。我心中十分氣惱，他們做了些什麼？曾源的聲音略有遲疑：倒沒有什麼，可是我總有感到他們可能會闖禍。他們互相商量的時候，曾說到一定要阻止你，不知把什麼東西還給酋長。我呆了一呆，若是良辰美景和溫寶玉追了來的目的是要阻止我把那塊玻璃還給酋長，一定大有道理。可是我卻想不出為了什麼，而且那塊玻璃我已經還給酋長了。我想了一想，他們不可能找到我的。曾源道：我也這樣告訴他們，可是他們不肯聽，他們還說要我不斷設法和你聯絡，他們也會和我聯繫。我順口道：如果他們和你聯繫，你可以告訴他們，那東西我已經還給酋長了。曾源遲疑地答應着：還有，查那個是譯領班的事也有了眉目。這倒是好消息。我道：我很快就到，希望能有進一步的線索。曾源又支吾了一下：你是不是等一等他們？他們會找到賓館來。我在那時一點也沒有想到事情的嚴重性，也不以為曾源的感覺有多高的價值。我只想到，要是他們3人來了，乖乖地倒也罷了，真要胡作非為，闖出什麼禍來，也該讓他們自己負責。人不能永遠做頑童下去，總要有對自己行為負責的時候，就算為此吃點苦頭，也是應該的。所以我根本不打算等他們。曾源的話才說完，
我就道，我不會浪費時間等他們。曾緣有點無可奈何，浩白。等到我通話完畢，青龍用疑惑的眼光望向我，我道，還記得路上遇到的那輛紅色跑車？那是我3個小朋友頑皮之字，這件事也是由他們身上起的。青龍皺眉，為什麼他們不要你把那玻璃還給酋長？我攤手，一點概念也沒有，或許他們又有了什麼怪念頭，他們的怪念頭之多，有很多時候連我也自愧不如。我說到這裏，不禁笑了起來。實在，我也並沒有怪他們的意思，因為基本上，我和他們堪稱同類。青龍駕車到機場，仍然由他駕機，不到1小時，便已到達。一個軍官駕着吉普車駛來，向青龍行禮。曾緣警官傳話，是譯領班的住所已找到，請為先生快去。這是地址，他在那邊等。青龍作了一個請的手勢，表示我可以用那輛車。那軍官自告奮勇要送我去。我和青龍相識不久，但合作愉快，要分手了，都有點不捨得。所以當我跳上車子時，兩人不約而同地叫後會有期。那表示了我們兩人還想再見的願望。那軍官駕着車，大街小巷駛着，間中和我閒談幾句，不一會就在巷口停下車來。巷子很窄，停着一輛警車，他的車子無法駛進去。我一下車，走進巷子，就有2個警官迎上來，魏先生。我點了點頭，他們就在前帶路。巷子兩旁全是相當舊的3層高的屋子，在其中一幢，門上有警員守着。看到我走過來，守門的警員推開門，我走進去，就看到曾緣在樓梯上叫，請上來。我3步並作2步，上了樓梯。2樓是一個大約80平方公尺的居住單位，所有的間隔全拆了去。我才一上去，就呆了一呆。那單位中的陳設華貴得超乎想象之外，和屋子的陳舊全然不相稱。每一個角落的裝修都落足了本錢，有許多地方看起來簡直是屋主人和錢有仇恨一樣。例如那一組沙發的扶手，不但一看就可以看出18K 金的那種特有的成色，而且還用相當大的寶石鑲出精巧的圖案來。所有的小擺設一組一組都有不同的質地，有一組全是綠玉雕刻，有一組雞、公雞、母雞和小雞都雕得生動之極，而且玉的質地也是罕見的美玉。作為主要裝飾部分，是一輛金絲編成的大馬車，馬則由一整塊白玉雕成。比較起來，實用部分雖然也極盡華麗之能事，但自然也不算得什麼了。倒是有一套錄影音響設備，頗引人注目。略略一看，就可以看出其中每一個組件都是音響愛好者夢中的珍品。曾緣這時，
打開了一個櫃門，我看到至少有300瓶以上的酒儲存在櫃中，粗略地看去，就可以看到了不少在拍賣場中可以賣到好價錢的名酒在。曾元又指着一些櫃子說，這些櫃子還沒有打開，裡面不知道會有什麼寶物。我明知故問，這像是一個是逆領班的住所。曾元道，當然不是，初步認定他是長期潛伏着的，身份特殊的人物。他能在那次國宴中任職，是由於國宴由一家酒店的飲食部承辦，而他在一個星期前賄賂了酒店一個高級職員，取得了那職位。我在一張柔軟的天鵝絨沙發上坐了下來，閉上眼睛，手指按在太陽穴上，那樣可以使我靜下來，再把事情好好想一遍。曾元仍在說着，他在這裏的化名是鮑勃，那名字一點意義也沒有，而到現在為止，還找不到有關個人的任何資料。我在想，一、鮑勃這個人假設是主宰會的一員。二、主宰會不滿意匪將軍和酋長間的交易，更不滿酋長因匪將軍的介紹而取得旁聽資格，所以要收回那塊玻璃。三、主宰會派鮑勃完成這件事。四、鮑勃想到的辦法是利用古狗飛的白竊技巧。五、古狗飛沒有完成任務，反倒在鮑勃身上爬走了一卷底片。六、那底片一定極其重要，所以古狗飛才惹了殺身之禍。整個事情的6個階段，這樣的推定全然可以成立。疑問有2個：一、主宰會為什麼不直接命令將軍索回那塊玻璃？答案可能是匪將軍別有功利用之處，不想和他翻臉，也可能另有原因。二、為什麼想到利用古狗飛？答案是承辦這件事的鮑勃可能以為那是最巧妙的辦法，神不知鬼不覺，匪將軍失去了那塊玻璃，不敢出聲，再另外設法去應付酋長，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聊。至於會生出那麼多曲折來，那是一開始所想不到的。我噓了一口氣，睜開眼來，曾元用十分疑惑的神望着我。我又想到的一個問題是，鮑勃現在上那裏去了？他是一個失敗者。不但未能阻止匪將軍把玻璃交給酋長，而且還失了一卷底片。肯定是他和他的同伴殺死了古狗飛，把事情又擴大了幾分。他現在上那裏去了？像主宰會這樣的組織，能容許有那樣的失敗者存在嗎？鮑勃的下場只可能是2個：一、天涯海角亡命，逃避組織的追緝；二、已被組織找到，在接受處分中。曾元仍然望着我，我苦笑，這屋子的主人可能永遠不會再出現了。曾元對事情的來龍去脈始終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他吃驚，
這裏有那麼多貴重的東西。我一揮手，打斷了他的話，比起人的生命來，這裏的一切一文不值。曾原沒有和我作爭辯，我同時又想到，那卷軟片上所展示的一切景象，如此可怕，而鮑勃在失去了他之後，又用那樣的手段對付古久飛，顯示了那卷軟片的重要性。那麼，軟片和主宰會有關？一想到這一點，我就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戰。軟片上有那麼可怕的景象，這種景象如果和主宰會有關，那就有可能是主宰會製造出來的。這個假設如果成立，由此來推測主宰會的意圖，的確會令人吃驚得遍體生寒。主宰會想做什麼？想把人類變得那麼可怕？我不由自主搖着頭，曾原見我老不說話，只是思索，顯然十分失望。他道：那姓溫的少年曾和我聯絡過，我轉告了你的話，他像是感到很意外，頻頻說糟了，遲了一步。我揮了揮手，這時我所想到的是如此嚴重，可以說關乎整個人類的命運，誰還有心思去理會三個小頑童？我正在想，是不是要進一步去探索主宰會的意圖？那當然極困難。但如果真會有那麼可怕的情景出現，再困難也要弄個明白。所以，曾原又說了些什麼，我竟沒有聽進去，直到我再定過神來，望向他，他才道：他們三人好像商量着，要再把那東西弄回來。我聽得十分生氣。用力一拍沙發扶手，這三個小家伙太胡鬧了。我那時自然也想不到，就在我罵他們胡鬧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胡鬧了。說話之間，警方的兩個搜查專家到了，開始搜查整個屋子。我看了一會，出乎意料之外。所有的抽屜、櫃子，甚至一個暗藏在牆中的保險箱，打開之後，全部空空如也，絕不如曾原所預料的那樣，不知有多少寶物在。我想了一想，深知一定是鮑勃離開之前，曾進行過徹底的清理之故。主宰會既然是如此勢力龐大的一個嚴密組織，自然也不會在這個身份可能暴露的人住所中留下任何線索。我也不想停留下去，看了一會，向曾原告辭。曾原大是意外，魏先生，你是協助調查古久飛命案而來的？怎麼就走了？難道你已找出了兇手？我的回答更令他吃驚。是的，兇手就是這個化名為鮑勃的人和他和同伴。曾原憤言，那就應該把他們繩之於法。我不準備把整件事的內幕告訴他，所以只好道。牽涉太大，連青龍宗教都放棄了。我相信這時他已撤回了對古久飛住所的一切監視。兇手不會再出現。整件事。
我不能昧着良心說整件事已結束了，只好折衷地說整件事已告一段落，只怕在檔案上永遠都是懸案了。曾源由於不滿，以致出言譏諷，魏先生，你行事作風一向是這樣子。我在心中譏咕了一下，心想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知道事情牽涉的範圍有多廣，再追究下去，絕不是你的職責範圍。但我卻沒有說什麼，只當聽不懂他的話，含糊以應，調轉話題。曾源人很聰明，當我要向外走去時，他跟在我的身後，派給我的軍車還在巷口等着。他低聲問，是不是有一些我不應知道的內幕？我不忍騙他，不是一些，是太多了，知道了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我知道了，那是我的不幸。曾源沒有再說什麼，我想請他回去。警車上有人叫，曾警官，你的電話。他向我揮了揮手，奔回去聽電話。我走向軍車，還沒有上車就聽得他叫，魏先生，他們要和你講話。我一驚，知道他們就是那三個小鬼頭。我走向警車，拿起聽筒來，就叫你們三個人快滾回家去。溫寶玉的聲音立即傳來，有了新發現，極重要的新發現。我道，不管是什麼新發現，都把它忘記，不要再生出任何事端來。溫寶玉叫了起來，事端不是我們生出來的，我們剛想生事，事情已經發生了。200多磅的人，竟可以飛得那麼高，要不是良辰美景拉了我一下，一定要把我壓得骨折筋裂了，真可怕。小寶的話已經夠無頭無腦的了，我想追問，卻又聽得良辰美景在叫我們救命恩人，簡稱恩人也行。溫寶玉在讓，要叫多久？已經叫了70-80下了。恩人，恩人，恩人，再也不叫了，至多被酋長壓死。他和我說着電話，卻又和良辰美景吵了起來。我大是惱怒，一聲斷喝，亂七八糟，什麼事情？溫寶玉忙道，大家各自回家，見面再說。電話裏講不明白，兩個小鬼又吵得要死。良辰美景又在叫，想死了，叫我們什麼？是你的救命大恩人。我還想罵小寶幾句，他卻已掛上了電話，這真令人氣惱。